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Man 哥頻道。今次想同大家介紹下我4月喺大阪住嘅酒店。我哋搭嘅係南海電鐵往南波站。今次住嘅係 OM07 大阪酒店，附近都有好多景點。咦？日本都有低空經濟咯，唔知幾時可以坐去關西機場呢？酒店大堂 2D 大阪地圖。我齊嘢咩？嗰度有奶茶啊？等多嘢。哦，頭先嗰個墨魚喎，呢個係鯊魚同咩？同貓好似。我哋係衣架，呢邊浴室。哇！睇個 view， 16:9，大電視啊！試下一個。不過唔係環迴立體聲。哇！我哋好清楚啊！呢個大阪地圖啊。好近喎，沖涼。係啊，呢個有浴缸同埋咩嘅？哇！好似瞓榻榻米咁啊，好似，當然唔係啦。哇！參觀下個山水畫，參觀下個屎坑添，真係屎坑嚟。同你分開咗。咦？個鏡咧？鏡喺你後邊。哇！咁搞嘢嘅？同大家參觀下佢嘅特色花園廣場。哇！對面就係新金宮車站啊！假嘅。呢啲假嘅，有個公園，俾啲我哋係咪可以喺呢度出去嗰邊啊？都去到呢個咩喎？通天塔喎！啊！對面就係新金宮車站。嗰個咩展望台啊？阿培嘅展望台。
遠啲嗰個見到阿培嘅尖門。呢一間都係屬於一間親子酒店，去到嘅時候都見到好多一家大細嘅日本人喺度。夜晚又有 Pika Pika Night， 非常熱鬧。同大家欣賞下酒店夜晚個超級無敵夜景，冇得輸啊！係啊，新金峰站啊 ，JR 啊，向下望，向上望就望到嗰個啦，向下望就望到新金峰火車 JR 站。大家見到嘅就係大阪幸運之神比利肯。呢個 OM7 嘅酒店每晚7點半至10點就會隔30分鐘放一次煙花，係1至日都有嘅，係每星期1至日都有嘅。哇，放緊咯！大家見唔見到啊？靚唔靚先？哇！煙花 OM7 星野集團大阪店放煙花，每晚7時至10時，半個鐘頭一次，都唔知會放幾耐呢？放完之後，下次話俾大家聽啊！哇！應該就放晒啦。哦，連珠炮發。喂，放完咯，真係。哦，係啦，搞掂。酒店夜間任食章魚燒，幸運之神和瓦利。酒店夜間花園都非常靚，非常熱鬧啊！今次分享就到呢度啦，鍾意條片記得訂閱、share 同埋俾個 like啦，下條片見，拜拜。